來看風颱米克拉昨暗已經真做是強烈風颱了，氣象署預估會往琉球南方海面的方向移動。今仔日閣有另外一個風颱無花果形成了，按算講會往日本的方向移動。氣象署是表示講，這兩個風颱對台灣是攏無直接的影響。風颱米克拉在拜暗轉強，變做強烈風颱，預估未來會向北按琉球南方海面的方向去，未對台灣造成直接的影響。另外，氣象署嘛指出，在關島北邊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拜二已經形成今年的第8號風颱無花果，未來按算會對日本的方向去。兩粒風颱因為距離相遠，嘛未互相影響。米克拉颱風的話，在今天的時候，就會開始會有逐漸轉北的一個趨勢，而且速度是有比較減慢的一個情形。像是這一個比較遠洋的這個無花果颱風的話，它其實就是在這個比較偏向是在太平洋的一個海面上面去做活動所以在這個無花果颱風的話，其實對於台灣的一個天氣上也是沒有直接的影響。氣象署表示，拜二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各地是多雲到好天，屏東有可能出現38度的高溫，雙北地區、台南以北和花蓮嘛有可能出現36度的高溫。那我們要特別提醒，就是說，像是在整個南部地區以及午後的各地山區的話，在配合這個午後的一個熱力的作用之下，可能會有些局部大雨發生的一個機會。禮拜5跟禮拜6的時候，雖然說颱風是逐漸遠離的不過在鋒面的一個系統的話，它是在我們台灣的北部海面，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天氣上來講的話，還是比較不太穩定。氣象署講，小熱的好天會維持到拜3，拜4開始受到風颱外圍環流的影響，各地都有可能會落陣雨，預估無穩定的天氣會一直到禮拜。氣象署提醒，民眾若是出門，就要注意天氣的變化，嘛會記得加補充水分。記者魏宗林、林秀凱台北報道。